伤害，唔应该了解，唔咩所有事情都会改变，唔讲唔痛爱，已经唔将头摆。默默爱会唔会改变？唔改变，用心去知，心中的声音，唔一定了解，会了解，唔咩所有的梦都会唔惊。痛爱已经行经呀。怎么了？很累啊？帮你按按。没关系啦，只是这几天比较累而已。英慧，你可以为这里做很多事的。你真的这样觉得？嗯。以前的我太本位主义了，我老只想到自己的前途，我从来都没有帮你想过，从来都没有试着为你的心情去着想。现在你可以放心留在这里做你想做的事啦，而且最近我也会留在这里，这样我就可以陪你啦。你真的想留在这里工作？嗯。启赞请我做的那个咖啡厅，虽然风格跟我以前做的东西很不一样，可是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是个挑战。我想试试看。金凤啊，你有意杀人，你还会忍不住酒啊？来啊，坐啊，肚肚好，来咧，有做咧做盘呢。
爱憨按掠王改王哦，掠错改错，又错到掠火柴头啊！俺来看看啦。哎，俺是讲讲吼，啊，当多东西叫起无用啊！吼，两下班就去上路铁，像个铁记录咁样，要上路铁咯。俺可能是啊，我爱穷用啦，卫生人哦，是掉伫咧茶条咧。唔但唱过，挂掉的呀，火柴头天天。我卡个洗玻璃啊，假唔啊！哎呀，来讲轻房，你有时间呐？老几天数下条心的呀？啊？错啦，我通讲个经验又转来嘛。你有啥有拄条无？有讲到嘛？该无？阿峰会乱讲啊！哎，搿是莫讲嘛，伊讲的啦，免你拄条有欢喜无？唉，阿芳姑，人生啊！嗰結夾住好唔緊，你兩世你下向南麼拍謝謝的啊，很多的世界結叫嘅，當多事情啊，莫去計較啊，北京話講嘅鑽牛角尖兒，哎呦，個鑽乜東西啊？哎呀，古說你知會點呀？冇做照係嘛？啊，用嚟創咯。用诶，怪到了啊！唔係啦，按叫吼，啊減緊哦，硬膠啊，血壓吼，下巴會徛起來你嘛？人都落落去啊，全身骨折吼，啊酸了你呢？跟你講嘅，我冇練過啦。谁先啊？啊，你嚟用啊！念掉呀？用講好。唔怕啦，cái血壓下巴徛起來呢啲，你冇念咁多啊，然後聽念踢記到嘅。當然，有冇疑問？anh當叫我讓強下講法咁要，你也會一直啲嘅講法哦。冇啊，特別哦，你出站咩幾天嘅年底度講到嘅失敗嘛，然後按時些要對我發甜甜嘅。係死啦，你阿弟吼，要幫嘅，阿爸嘅事要較到地位啦。唔好排泄啦，我冇關你嘅意思。係講，也是啲講，佢倆掉落去推你嘅事，我出一啲的，我爸佢嘅心，總係會硬啊。頭擺，係搶啲我爸對面阿爸，三弟哦，出體有從，另外還有感情嘅事啊，咁樣係對朋友不義啊，就怕喺倆點啊，本來球變做暗用啊，就怕係吧，
我爸记哦，伊手伊20年有当从感情。迄讲我妈伫家顺后，伊妈个事我歹势讲，功课老师前边的心地度，像你跟妈妈是一样的。见行见呀。我爸老娘爸，他2-3年，艰苦30年。等迄么年纪啊，真艰苦嘅意思啊，就迄挨妈，抢迄夹嘅痛哦，无佢2-3年按叫停停啊。你个头礼拜堂东讲到娘嘛？系啊，头摆我亲无向我老朋友讲来某项嘅事，等迄了后，我嘅心结以前有打到快倒的。安娘就好啊，看到人家哈冇事就好诶。我嘅问题解决啦，竟然看起来，伊像有动刀嘅事，拢伫心底度。甘有，我妈妈是啊。敢无？真的，也有件事向我人唔讲啦。我老凯琳吼，我林飞啊，唔是拢爱讲也着啦，老凯琳2-3，啊错个啦，基金费再来做着乜个啊？老个插头，身枪变做骨架了后，还有乜个要做呀？个身唱顾食嘛，唱迄个树团听听啦。因你应该留茶头、火茶，本地个用的哦，保存下来，按用长对本人有素食嘅感觉。你讲的错，应该哦上第的方法，按你怎么想你来开心？今后还有长生意义的。长生意义。火焰虫，错啦，这个凤鸟虫。火焰虫，这样用了尾个火茶哦，就会变做凤鸟虫主题火茶。做一点台价哦，来看个规片规山嘅凤鸟虫。系啊，迄讲哦，了下好教，你有了着反驳考上呢。真劲哦！佮唔知最后因个上北吉向下无？迄讲也妇女嘅工作，唔係2日嘅事情，要勤快蔬菜，隔壁水源越动枪力，要鱼嘅水池，还要本记着火焰虫嘅产卵，太多嘅事情呢。徐先生，你看起来哦，伊像有做第二功课。你当然咯，我係徐先生呢。係啦係啦。來看哦，你個想法應該可以從細號嘅神風做迄張床。冇
错。乃出去老告总讲，本来的吼拍一个火焰虫的夏令营，高勇士没有来听说哦，刘先生。没问题啦，齐先生。哦，还会请个阿妖总来听说，请这个事情不易做。哎，对 k a t h e r i n e 啊，我是想说，这两边啊，摆这个陶艺品，大概这么高，怎么样？这个让我再想想吧。好啊。啊，对 k a t h e r 这里啊，本来是一间餐厅，有吧台。我本来是想把吧台保留下来。好啊，那到时候我的设计就把这个吧台保留下来。哎，对了 k a s e y 那我的火车模型，您觉得放哪边比较好？我想到时候我就在门边这2个地方设计一些层板，让你把火车摆上去喽。好啊。体赞，我刚看了一下屋况，我觉得整个保存的还很好，所以我可能不会做太大的变动。至于里面的部分，我可能就做一些比较有设计感，而且比较有机能性的设计，这样你用起来比较方便。不错。这次啊，要不是天时地利人和，还真请不到你呢 k a t h e r i n e 没有啦，其实我刚好也想离开台北出来散散心啊。来这边好啊。所谓啊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这句话一点说的都没错哎。你说的是英辉跟小燕吗？他们2个怎么回事啊？没什么啦，发展中人人有机会，个个没把握。看得出来你很喜欢小燕哦。有那么明显？很明显啊。然后老实跟你讲，反正啊，帮你就等于帮我。这个基金会的活动我以后会参加，因为小燕一定会在那。这里很漂亮啊。你知道，我是想过才会下来的。看到你这么投入在基金会的工作里，我真的很为你感到高兴。而且，我觉得我自己也找到答案了。什么答案？我想看看，就是你在这里做些什么，也想看看，究竟是什么吸引你留在这个地方。这是我爸的心愿啊。不要一直推给你爸，你自己的意愿是什么？也是我想做的事情。
想说的是，如果这是你想做的事，我会全力支持你。尹辉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可以吗？阿贤啊，嗯，係啦，我諗講個故事。沒有嘅故事哦。有哦。還有你媽咪啊？戲真啊。錯，我都戲山。嗯。你看，就那裡茶條，捱不考，捱爸起身米貨柴，捱不考冇一雙多年，捱雙太，故所，捱雙很多戲集。很多戲真。對啊。嗰時候人家老太老妹就很多天呢針、第三針，係嘛？老壇老妹哦，天呢則很多，基隆啊、暖暖啊、走來中橋，神醫太險，水梅哦，水女僕。你騙你的吧？還真係很多暖暖哦。冇啦，我係講笑嘅啦。唔過，孫大叔，捱不考，想捱單身子啊，我去個開站嘛。嗰時候按樣講起來，兩字呀，強用，我係米火茶嘅，錯嘛？要留言強用嘅嚇。阿燕呢？那迄驿站，也希望迄夜嘅水門驿站。阿燕呢？好冇？你講乜㗎？我來就我來啦。唔是你講安度啊？哎呀，你騰雲號做得放鐵咧，呀咋個？怎麼樣嘅？我被講乜嘅啊？本來就係啊，因人嘅正經嘅細妹朋友來呀呢，佢哋用3年哦，看以為講屬實當久嘅用嘅哦。來看啦，用較做條嘅看破較嚴啦，係冇？看人骨頭啊，唔真係咧。阿飛。我很慫人哦，痛痛啊！我很用啦，哎，我很用。哎呦，啊，
啊，冇哪有呢？想拄到四位球友啊！我爱管哦。管好了啊。陈寿，呛俺爸躺天发芽。阿爸，若想了伊救，去落茶条，会无迄买好无？大家呀，你讲买多？伊，老人长嘛个？像迄记得木头的，阿爸，行会发钱老去涨，阿爸。 讲我嘴巴啊！你这边的乞丐操你啊，都是收了伊多钱，是无？我去落茶条使走，就唔参死。阿爸，因做得过，比上讲，去荷兰嘅太凤茶，还有去小木屋，佮咩亲奖咩？哪样样？咩？你这边老妹嘛该小木屋太凤茶啊？什么来？哎，阿爸呀，哎你条命啊，你个哈在阿多新业嘞，做么呀？你个没拿鬼啊？阿爸，你看世上地位啊，顺口还有你呢。 杨小哎，哎你说没读书问题吧？阿爸，你多想地位做得嘛好？ 怎么看？懂得了。对，说的是马上离开啊！你要让他带啊！哎用挨做冇去做？ 现在狗毛也干我哎，你怎么看？啊？好狗毛，毛那没有用，在这哪做的？知道吗？ 爸，你迄冇演好，挨做冇想做。好，三样，好。三哥，后摆咧七个呀个啊！我讲嘛以为冇的啦，那有七个啦。哎错，哎，呀头仔路同呀我分唔记啦，呀烟呢唔记得咧，来两份做得好。那你做就做得啦。嗯，我像讲呢，普通的人学是冇呢，迄阿赞哥唔怎有哦。你做按子说，孙沙老唔讲呀，呀爸哟，唔就有机会的呢。有，哎。 阿烟的啲头发茶木的，ice one，真嘅，真嘅呀爸，头痛嘅，唔好出茶色，还有机会。有机会啊，係公風茶。真嘅，拿东西分。其實坐到去，啥？喲，用門冇鎖呢。
淡无算长期的，我打开。哦。Hello， 要住宿还是你们在找人？小明哈，你两月零下，我也冲 YT 来饮无？哦，哎呀，你以后全部都 IT 来嘅啊！免我讲，伊才看迄个董有钱、董思文那个。莫讲啊，莫讲很多啦，歹势啦，歹势。哦，唔该。歹势哦。好，歹势。見行見也。哦，唔該。歹勢哦。好，歹勢。你的热条中了，过来啊！你天妈只有讲干清楚诶，要上来就买。这个大家讲，有成为台风啊，你要怎么准批，那准批嘛，有没有真有给他意思？然后留到两片，看俺咖啡汤啊。这个你还放开一班。叫娘诶，叫娘诶，然后留到两片啊，我买哦，几买啦，莫想买啦。连查条要比目簪的买走咧。真嘅以後買人嘅茶條哦。系啊，唔確定冇咩茶嘿。真嘅人老動係頂哦。佢喺度講嘅翻係大家都同我清清楚楚啊。原來佢迄個財團嘅頭家子，能夠按有錢又按海。真嘅哦，跳起欠人啊，本佢騙人救。你呢？變佢。錯，變佢。干啊！你请阿爸係嘛？天公啊，保守啊！干啊！阿爸可唔識啦。來，坐定。阿爸去拿桶嘅本事，好，乖乖哦。
你唔多講乜嘅冇？啊，你要攞廠啊？我佢做人肯定你唔出面了，點啊？阿爸，我吉天哦留在太县，當初建議哦，我買個綠茶條，迄眼唔錯啦。那個企業的銀行係唔錯啊？你估佢多錢點啊？反正做成功銀行講都唔錯嘅。我老豆佢做生意係搞咖喱飯嚟了。阿爸啊，你真係唔錯噶，乜嘅事情離開本地嘅環境，佢就會失去佢本來嘅面子。阿爸，你買個綠茶條，900年嘅歷史，強強嚟洗走哦，就開壞佢嘅啊！哎呦，唔是這個講有嘅冇嘅啦，我以為啲綠茶條，而家啲是嘅價值，你當買嘢啊？要不要嘅啦？你會了一道唔知啊唔知？阿爸嗌啲。我講咗唔知啦，我老豆啊，太嚴重嘅，我點都太嚴啦，還沒到這地嘛。阿爸，我從來都冇按樣喜歡一隻細毛嘅，我願意為佢改變啊！阿爸。輸嘅唔爭好嘅，我聽講係死嘅嘛。都見到用我輸嘅細毛，看大家，呢個人自己做啊，你阿爸做事啊，咁啊，知道啦。阿爸，除非你不用去買綠茶條啦。啊好啊，有輸嘅有輸嘅，好，做下夢一個拉啦。你要得轉去啦，咁我聽你要得轉呢。石頭噶，石頭噶，石頭噶。拜拜，再見。佳佳，過來。喏。丫丫做唔得到，來，18班機。恁三隻規快寫課文，唔寫第一課，唔寫第三課，唔寫第5課。好。寫2遍，聽落搞本啊，聽到冇？你叫你小講鐵道啊，你喊唔知情況用誒。你唔是聽少啦，先轉去，好。好。記得轉去哦。好。老師再見。拜拜。阿燕，下課嘅嗬，用咯，用嘛？唔知啦，冇想老人欺騙詐騙人講法。見行見呀。阿燕呢？阿燕呢？阿燕呢？你用完啦？阿燕呢？你昨晚好點樣表演用？你們騙啊？阿燕呢？你做唔做乜事情啊？陳醫生嘛，還敢好意思摸我嘿？是個做係嘛嘅啊？欺騙詐騙，欺騙我了在騙呢？用嘅啊？你哪會講唔錯嘅啊？風站是團的頭家子。耶。唔是很買啦，你就低哦，我愛倆味哦，我唔知這個沒有嘛個東西，家早係嘛個米火茶嘅，哼，含波油。天堂來講啊。講嘛個啊？陳醫生，我哋哦老唔做朋友呢，咋騙
会抓到，利用会抓到，唔爱只有请董建设哦，无面皮。我唔错啦，那迄无面皮，伊见识哦，那迄要卖叉条啊。不过，那本也着人感通，那向全世界无人，像人也着按友心，将所有嘅感情，变到落叉条伫尾度。阿贤呢？好啦，唔是讲安多啦，陈先生，我老唔讲，唔最好，你了较严重的啦，太幸无分样。阿贤，还要证明我讲过的吧？爸妈，你没做过分用的么？很开电刀啊，你要都救嘞，真是。去跳那国岛啦，流动多些。那迄讲义讲一摆，这年点点啊，别说过，亲用的，一定会唱阿姨的。我无语嘅，不看你。嘿，你听安用啊？请好准备啊！拜托不要，你听出来老纠正了，拜托。拜托你啦，拜托你啦。请用啊！一定要救佢啊，医生。来，请用。医生，阿公无你调度诶，医生会留去。带我陪你去，吼。呀。阿公好诶，等下你了好冇？阿公连下啲水幕啊，等佢上就好诶，无事情诶。你乖吼，阿姐，你有啥？我带着你，好。你早啲水幕，连我哋上，你看到阿公诶吼，你早啲乖。对，刚刚出手机了。刚啊，叫我，请叫我，甜的，让水的。你今日嘞辛苦你咯。唔会啦，金凤啊，我想要，你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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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，
你儿做来的啦。因为我就想到，个铁技术，唔伫阮用，细年的就唔会啦，铁技术一定会唱下去个啦。不过，那个是后摆再去讲啦。哦。那个关系啊，不然有是这样。陈义赞，爱到无分样，拢会接。我不会来了，因为我后天就要出国了。出国？怎么都没听你说过啊？流过山，流过天，流向爱，土地的记忆涌入水中，10月爱的在一沙一沙，是祖先行步的印记。爱呀土地，爱梦中的天堂。风吹，用也悲也结，甲悲伤。